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9月30日，歡迎嚟到英國時事10分鐘。依家一齊睇下英國剛啱有咩新聞。首先係 BBC 網站嘅消息。第一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首相司紀賢 Keir Starmer 宣布，英格蘭將於2027年推出 NHS 網上醫院服務，以減少輪候時間，提供更多病人嘅選擇。第二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財相李允晴 Rachel Reeves 排除咗喺11月嘅預算案中對私人醫療保健徵收增值稅 VAT 嘅可能性。第三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首相司紀賢 Keir Starmer 喺工黨大會上表示，英國正處於十字路口，呼籲國民喺體面同分裂之間作出抉擇。第四則新聞BBC 報導，前英國首相貝理雅 Tony Blair 將會加入由特朗普領導嘅和平委員會，負責監督加沙嘅過渡管理。第五則新聞 BBC 報導，北愛爾蘭社區事務大臣里昂斯 Gordon Lyons 表示，住房短缺加劇咗當地嘅種族緊張局勢，需要解決。第六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警方破獲咗一宗國際詐騙案，並從一名中國籍女子錢志敏 Jamin Chan 手中查獲咗價值超過50億英鎊嘅比特幣。第七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 Halifax 地區一女子嘅社會保障房屋裝修後，發現臥室地板冇鋪地毯，引發關注地毯貧困嘅問題。第八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首相司紀賢 Keir Starmer 強調，同法拉奇 Nigel Farage 領導嘅 Reform UK 黨嘅鬥爭係一場不同嘅政治鬥爭，旨在爭奪國家嘅靈魂。第九則新聞 BBC 報導， Lady Gaga 嘅 Mayhem Ball 巡迴演唱會嚟到英國，演唱會上 Gaga 喺舞台上表演，融合咗意想不到嘅驚喜。第十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 Kent 一名女子遭物理治療師性侵，事件揭示醫療機構監管不足，受害者促請加強保障病人安全，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第11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財相李允晴 Rachel Reeves 可能喺11月嘅預算案中加稅，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 Donald Trump 提出咗一份20點嘅加沙和平計劃。第12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 Southport 兇手通過網上購買刀具，調查指刀具零售商對買家毫無好奇心，事件中3人被殺害，引起社會關注。第13則新聞 BBC 報導，工黨籍蘇格蘭國會議員 Faisal Choudhury 因涉嫌性騷擾被停職，事件揭示工黨內部對不當行為嘅零容忍態度。第14則新聞 BBC 報導，英國 Flint 一位母親嘅12週大嬰兒腦腫瘤病徵被誤診為絞痛，呼籲提高對呢種疾病嘅認知，希望避免更多悲劇發生。第15則新聞 BBC 報導，愛爾蘭 County Louth 一家3口被發現死喺屋企，警方證實係兇殺案，一名30幾歲嘅男子已被拘捕，引發社會關注。跟住到衛報網站嘅消息。第16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著名建築師泰瑞法雷爾爵士 Sir Terry Farrell 逝世，享年87歲。佢嘅建築風格對英國後現代主義影響深遠。第17則新聞，衛報報導，工黨領袖司紀賢 Keir Starmer 指法拉奇 Nigel Farage 唔中意英國韋雅蘭 Angela Rayner 指貝理雅 Tony Blair 可以喺加沙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第18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財相李允晴 Rachel Reeves 計劃喺11月嘅預算案中取消兩孩福利上限，以減輕兒童貧困問題。第19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工黨領袖司紀賢 Keir Starmer 喺利物浦工黨大會上批評改革黨 Reform UK 領袖法拉奇 Nigel Farage 唔中意英國並倡議國家復興。第20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自然保育機構 Naturescot 計劃透過私人投資
為蘇格蘭嘅自然保育項目籌集超過1億英鎊，以應對其籌款工作嘅質疑。第21則新聞，衛報報導，塔塔鋼鐵 Tata Steel 為咗避開特朗普 Donald Trump 嘅關稅計劃，向英國鋼鐵公司 British Steel 購買鋼坯，事件反映咗行業嘅應對策略。第22則新聞，衛報報導，林肯郡 Lincolnshire Prex Lindsay 煉油廠近1/3嘅員工將於10月底失業，總共125個職位會被裁減，係因為公司喺今年夏天陷入破產管理。第23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首相辦公室秘書將改革黨 Reform 領袖法拉奇 Nigel Farage 比作 Andrew Tate， 並表示工黨將採取更積極嘅方式攻擊改革黨嘅言論。第24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檢察部門裁定網紅 Andrew Tate 喺英國民事訴訟中嘅虐待指控證據不足，唔會被刑事起訴，佢將免於刑事指控。第25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辦公室趨向鼓勵員工唔着鞋，以提高工作效率同改善員工嘅舒適感和士氣。呢個趨勢並未獲得所有人認同。第26則新聞，衛報報導，司紀賢 Keir Starmer 宣布，英格蘭將於2027年推出網上醫院服務，以協助減少輪候名單，改變 NHS 嘅服務模式。第27則新聞，衛報報導，分析師質疑前英國首相貝理雅 Tony Blair 關於加沙未來嘅計劃，認為佢喺中東 Middle East 嘅過往經歷並唔令人安心。第28則新聞，衛報報導，研究居住喺唔平等嘅社會，會對兒童嘅腦部結構造成改變，呢個影響同個人財富無關。研究員認為減少唔平等係一個公共健康嘅當務之急。第29則新聞，衛報報導， Royal Mail 嘅母公司將會把 Collect 嘅商店改名並收購股份，呢個係佢哋被捷克億萬富翁收購之後嘅第一宗大交易，涉及開設皇家郵政商店。第30則新聞，衛報報導，一項研究指出，來自農場廢物嘅沼氣喺英國嘅家庭供暖方面唔能夠廣泛使用，呢個同化石燃料游說團體嘅主張有所不同。沼氣僅能滿足依家天然氣需求嘅18%。第31則新聞，衛報報導，英國利物浦詩人 Brian Patten 逝世，享年79歲。佢喺60年代成名，詩歌多數探討愛情同關係，亦都寫過兒童讀物。跟住到天空新聞網站嘅消息。第32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司卓 Tim West Streeting 讚揚韋雅蘭 Angela Rayner， 表示工黨需要佢返嚟，並猛烈抨擊法拉奇 Nigel Farage， 指佢係政壇嘅騙子。第33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蘇格蘭政府規定，當地學校必須提供按生物性別劃分嘅廁所，但亦可以提供性別友善嘅廁所。呢個規定係回應2宗關於性別空間嘅法院裁決。第34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嘅天氣預報，2股颶風可能喺本週為英國帶嚟大雨同強風，其中西蘇格蘭地區將會受到影響，並發出咗黃色天氣警告。第35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蘇格蘭警方喺羅蒙湖及特羅薩克斯國家公園 Loch Lomond and the Trossachs National Park 內調查一宗強姦案，目前正展開追捕。第36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新研究，英國嘅行車記錄儀錄影 Dashcam Footage 影片，導致司機罰款激增近80%。呢啲影片由告密者提供，協助警方打擊危險駕駛行為。第37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埃塞克斯郡 Essex Epping 男子因襲擊案被判入獄16星期，案件涉及喺庇護酒店內襲擊4人，疑犯聲稱長期壓力導致情緒崩潰。第38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康沃爾郡 Cornwall 海域發生衝浪者溺斃事件，一名63歲男子喺 Griffin Beach 衝浪時失去知覺，
搶救無效宣告死亡。第39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蘭開夏郡 Lancashire 刀具店銷售黑豹砍刀俾南港 Southport 兇手，店方辯稱只係普通商品，無意圖用作武器，引發爭議。第40則新聞。天空新聞報導，英國首相司紀賢 Keir Starmer 喺工黨大會上抨擊法拉奇 Nigel Farage，稱唔會再接受對方嘅教誨，並警告同 Reform UK 之間嘅鬥爭係爭奪英國未來嘅關鍵。以上內容只係新聞標題，因為可能會有版權問題，我哋冇辦法提供每則新聞嘅詳細內容。多謝大家收睇點聽點講頻道，下次再見啦，拜拜。